다 엄마들이야 아주 웬디하게 에 근주는 말에 나는 신기에 최소가래 那么，首先要问候僧众们，各寺院僧众，还有各个中心，还有所有的法友们，大家扎西德勒。다들 이게 님마 개발을 차지기 원해 今天呢是第8堂课了，那么今天会开始讲解教派，也是学派兴起的时代。当我只需那些的这是之前讲过，在吠陀时代后期，那么首先是讲到四吠陀，然后婆罗门文明，然后教派学派兴起，所以后期我们分了这3个部分来讲。那么今天是讲第3个部分了。那么在这个时代，这时候雅利安人他们就从这个恒河流域呢，就很快速的可以说向外去扩张了。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在文学上，可以说这方面的贡献是这个时代里面对于印度文明当中是贡献最多的、最突出的一个时代。在政治方面来说，这里有提到一个摩揭陀国。那么这个摩揭陀国呢，其实在婆罗门时期末期这个摩揭陀国就广为人知了。然而这个摩揭陀国呢，它到了教派学派兴起这个时代，就变得更加的繁荣，更加的昌盛。如果我们看一下投影，就是这个地图可能会比较清楚。大的地处관계区域里都差点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恒河流域，所以可以看到它慢慢就变得更发展的更广了。然后在这里呢，有当时的16个这个可以说王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芒嘎达摩揭陀国就在这个位置。那摩揭陀国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刚刚谈到过了，这是婆罗门时代呢就已经有这个摩揭陀国，到了这个教派学派兴起的时候就更加的兴盛。最后呢这个摩揭陀国它统治了整个北印度，就成为了整个政治还有文学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且它的重要性在于说，可以说佛教也就是在摩揭陀国这里兴起的。
另外还有一个后来成为转轮王的一个王，他叫做月护王。那这个月护王呢，也是出自于摩羯陀国。所以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北印度就是摩羯陀国他统治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王国叫做安达拉，就是安达罗王国。那么它是在南印度这个王国出现，而且它也成为这个政治跟文学的一个中心。然而有的时候呢，这个南方的安达罗文化还有北方的这个摩羯陀的文化呢，会发生一些这种像冲撞。所以呢，就又更往南的区域去发展。那么就和在那个这首印度更南的区域，当时有这个更古代的这种达罗毗荼的这个文化，就有了交流。所以又产生了新兴的另外的3个国家。所以总之后来这里有16个国家这样子。总之呢，这些国家不同的王国呢，都有各自的一些独特的风格。所以可以看到说，总之印度的不同的文化文明就遍及整个印度那么这里介绍一下这个摩羯陀国。那么你可以看到最主要橘色的就是摩羯陀国，但它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大，有时候范围更大，有时候变得更小，所以有浅橘色这样子。那么总之呢，这是印度很重要的一个古国。它不仅仅是这个教派学派兴起这个时代这个重心，而且也是后来这个佛教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佛陀他大概一生大半的时间就是在摩羯陀国，而且之后还有几次的结集就是王舍城的结集，还有这个华氏城的这种经教的结集呢，都是发生在摩羯陀国这里。所以从佛教来说，它可以说是印度很重要的一个佛教的圣地。那摩羯陀国呢，它的位置，它是在恒河的中下游地区，大致是现在的印度东部的这个大部分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在不同王朝的统治之下，所以这个摩羯陀王国，你可以看到它的疆域有的时候大，有时候小，会有变化。甚至有时候会扩张到非常的大，就是整个北印度，甚至到南印大部分的地区的这样子一个大帝国。
所以摩羯陀国呢，在印度历史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王朝。之前呢，课程中我们还提到过一个叫做往事书。这个往事书它是可以说是古印度这种某一类的文献的一个总称。它里面的内容，这一类的文献它内容非常的广。比如说，里面有关宇宙，有关神的这个神谱，还有这个帝王的这种世系，还有跟宗教活动有关的内容。所以总之这里面它有故事，也有哲学，还有这种宗教的这种内容，这就是往事书。那么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得到的往事书其实也是很多的，就这一类的文献是很多的。那他们完成的时间大概都是在佛陀时代结束之后不久。所以呢，比起这个我们之前谈到很多印度的文学嘛，像吠陀还有等等这一些，这个往事书是非常后期的一个文学，但这里我们就先不多说。但因为之后我们还是会再讲到这个往事书因为它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讲解还有了解这个历史还有哲学很多内容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史料。那么这里提到往事书也是这里面有记载到这个摩羯陀国，有关摩羯陀国的一些内容。那么这里面有提到说，首先有一个叫科里王朝，呵里王朝。其实在这个哈扬卡这个呵里王朝之前，可能也有摩羯陀国，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得到的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当中，并不是记载的很清楚。所以总之暂时就不算在里面。那么总之这个呵里王朝统治摩羯陀国是200余年，那200余年当中总共出现了10位国王，也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佛陀出生的年代。再来第二个，有一个王朝叫做右龙王朝，所以这里梵文叫 Shishunaga， 就是这个年幼的龙这样子的一个王朝，右龙的王朝。那这个王朝统治摩羯陀国有60多年，有2位国王。但是过去一些学者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就是到底有几位国王是有争议的。总之这个时候呢，也是跟前面呵里王朝一样，那个地区有16个国，所以是也叫16雄国的年代，是同一个年代。
在之后呢是南陀的王朝，叫南达，他统治了摩羯陀有100年，这时候有9位国王。再来就是 Chandragupta， 就是叫月护王。那么这时候他建立了叫孔雀王朝，所以统治了摩羯陀国。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阿育王，他就是这个月护王的孙子。所以这是简略介绍一下这个摩羯陀国。那么在之后我们讲到佛教时代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个地方。接着我想讲一下这个 sutra， 就是经典。因为在这是奥义书它出现之后，婆罗门当时的婆罗门，他们还是保持着这个古老的一些这些形式、一些制度。然后同时这些各种祭祀的仪式哦，仍旧是这个婆罗门教它的一个核心。而且在老百姓里面来说，这些祭祀呢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还是已经没有办法舍弃，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然而在当时呢，又有新兴的很多思想在那个时代，所以婆罗门呢，那些思想就是开始怀疑婆罗门的仪式嘛。所以呢，这些婆罗门他们为了要可以说巩固和维持自己这样的一种思想，还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正统的地位，然后同时他们也想说继续用传统甚至系统的方式，他们觉得要教育这个婆罗门的下一代。所以呢，婆罗门他们就开始很有次第的、很有条理了的去厘清了，在阐述这个4种种姓的各自应尽的一些义务，还有一些祭祀中的规范等等。所以慢慢就整理出类似现在我们这种教科书的这样子的一种文学，一种的习惯，一种潮流。那么这种在文学史上类似教科书的这种文学，它的文体是比较短的，有点像是用颂的方式、诗记的方式来记录。那这样的文学就被称为叫做 sutra， 也就叫做经典。那也是我们佛教里面会称经典跟密序，经跟序的经的部分。那么这个 sutra 它的意思本身就是线条线。但最主要它是出自于呢 sif 这个梵文，它的意思是织东西。所以总之这个经它就代表的意思是用线，好像是把东西串起来，把花全部串起来一样。所以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能够这种提纲挈领的，或者说统摄的，以大纲的方式把这些教义
在用很简单的言简意赅的这种语句表达出来。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么简单的语句当中来说这些教义呢？最主要就是透过这些简洁的语言，可以说来记录这些规则跟信条，然后好去做这种教育的一个传递。所以呢，最早或者说最古老的经典完成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6世纪。然后最新的一些经典完成的时间大概就是西元的元年的前后。经典的内容，那么基本上就是去重复之前他们祖先祖辈的范书里面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些制度和仪式。虽然有一点点新的这些内容但是基本上跟这个原始吠陀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经典还是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简洁，它不像是范书那样子的很冗长。所以经典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文字的简洁。那么为什么这里说要将文字这么样的可以说精简化？主要的原因呢，是为了这个小孩子能够背诵。所以大概这里的小孩子大概是7、8岁的8、9岁的小孩。那如果是变成是诵文或者我们说记诵，其实是好记忆的。所以主要文字简洁经典它的用意就是方便我们背诵。所以由这一点上来说，这是很务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文学。다들은 다지단들은 도라 망고 쉬위여자 지금 도 수드라 생기 슝 망고 쉬위 经典它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而且不同的派别也都有自己的各种的经典。这有一点点像教科书，你在有时候虽然有一个公本，但是你到了不同的这个学校，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发出自己的一些教科本，类似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的那些经典都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有的呢，只是就说现存的呢，有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了。那么，然而如果要对这个经典去
做这个考察的话，或者说想要去了解这个经典的话， 잠이죠. 같이 정도 대시에 과대 개점 쉽차디요. 그래서 드니 민주산 디균선 때네 다 춥다 룩 잠이죠. 땡어를 슈버샤발이야. 다 되는 여기 춤다 룩디 잠을 여버디 상물로 디제 디제 숨도 체제 那么就必须要，就是说要了解这些经典的话，首先是必须要知道一下这个时代的不同的教派跟学派。那么，所以首先有几类哦。第一类叫做吠陀的6个支分，它主要是继承了吠陀的发展。所以就形成了有这样子。这些演拉出给举巴说里啊，这卡出来，让说说给，大多民众忙不起来有事嘞。但一边呢啊，就是大约的别个，大拉的别个，但多的时候不是，大拉的边多牛不着。但一边呢啊，的罗怎么就随便那大，对的，搞啥？这些演拉出啥的。但直接也拉出啥的，也不见得大地了，唐伯的全个些，你把的拉头些，苏伯的代表些，西伯的儿子些，阿伯的大嘴巴些，俺那主播的嘛各自些些，大都是有的别个。大地嘛修这节了呀，属于，大的那电视你把的干啥是那边呢？俺那多个地主是那个的，俺大那些个住的住是那个多，这个你把的打地，打住的住是的，各地就啥呢？俺那打告诉他，那些的住的住那那忙不起，俺就起诉的，告诉南边那路里啊，去用啥路下的要吧？现在的多个地主啊，到的住的嘎是那边呢？俺当不的长见不起，你把年交不起。苏巴的这个钱不切，西巴的其他不切，阿巴的绝不切，俺主巴的这些他把事情大地你不来，大地大苏德拉给电线什么的，苏德拉路什么的，多一路你不下来，但多一路苏巴的干的是那边呢，俺去路你下来，去路你不的干的啥呢？今不被去路，但哪把三个被去路，大基本被去路的，哪怕三个被去路的这单给的。那么这里刚刚提到是刚刚断线，不好意思，有吠陀6分的部分。那么，但是至今保存至今的也并不是很多哦。那接下来是有6论，那么就是这里投影出来的数论学派等等。那么这个6论它是继承了奥义书而发展出来的。成为接了呀，成为民主山呢，第军山的点呢，他就不被录音那样子，哪怕三个被录音那样子，第你个日节个兄弟说开了没有？那么再来第3类哦。这里是有谈到叫做耆那教跟佛教这个2教的，那这个也是继承了奥义书。那么这2个呢是在思想很自由的这种充分发展之后而产生的。这个耆那教跟佛教都不认同吠陀，那么他们的教义也以刚刚这里讲的经典的方式保存到现在。然而呢，这个耆那教的或者说佛教的这种经典啊，这2教的经典都不是在吠陀时代完成的。譬如说
佛教的佛陀那时候说的内容呢，一开始也都只是口耳相传，之后很多次的结集之后，然后才다 룩디니기 너데기 상말로 르제기 뒤로가 좋아 마이스 나 데바라 다단기 공원의 슈베기 수드람 도의 룩 당보디 르제 야라투 슈이마 다디 고량我这都对슈입니다 다这个研拉出，这个亚瓦出啥的，这个亚瓦出那呢，亚瓦当部的卡尔斯那边的超个啥的，西夏啥的，西夏啥的，西夏啥的，因为你知道的西夏啥的，跟你准备个超个了就难多啊，但西夏啥的了呀。낭세 낭데 긴 낭로래야 아니 된세 숨살아라 될야 那么所以呢这里刚刚简单讲了是有吠陀六分，再来六论，再来两教耆那教跟佛教的这样子的经典有这样子的三大类的经典的内容。那么不好意思刚刚断线，然后接着这里呢就是讲到了第一类这个吠陀六分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呢叫做释会，也叫做的内容，它是各种的仪式的汇集规矩的汇集。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文经、法经跟家经这三本经。那么文经就是主要是对于吠陀祭祀有关的仪式。那么法经呢，它的地位也很重要，主要记载了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法律等等。所以这个法经它很重要，它不只是历史上重要的资料，而且后来它的形式改变了。수트라스하기 다 가르쳐야지 슝기랑 된다 망보지 수련세 폐체와 다르마 수트라기 된다로 차디 유스래 다 야가게 급디디스안에 야가게 팀룩에서 컨데스 라다르 치고 알았으나 다지 팀룩 라다르 체단으로디 컨데스 라다르 치고 알았으나不过种干呢，俺tim기 tim룩도 로라 신조르스 송과 그는 tim룩도 로라 심주네. 애네 소 첨부차 사회 제래야 아는 소수에게 내가 랭게 가르치 주고 있는 비냐데 지 총총급이야 로라 신샤베기 애네 tim룩도 시절이야 진배 토네 애네 내가 지금 알았어. 제가 디준선데 고수기 팀 락다르 제단으로디 아니 중중감네 부드줄이야 팀룩드줄 로레심주가 所以呢这里谈到的就是这个法经的部分它后来也成为这个像是印度的法律。那么主要这个法律呢就是这里都在讲经的部分所以这里谈到是第一大类，它包含了文经、法经跟家经。那在这里有关法的部分就是也让小孩子从小就背诵很多印度的法律的内容，让他们能够去履行各种的义务。那么再来是家经，就是有关譬如说你身为是一个孩子，或者是身为这个丈夫或妻子，或者作为父亲母亲，那么你对家人呢都有一些应该尽到的义务，有很多义务要尽。所以这种家经的内容主要就是去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些各种的这些义务。
尤其呢，在这个家经里面呢，特别还有列举出来，像是比如说婚姻啊，还有这个产子，还有这个哺乳，甚至入学、哺乳等等这些很多的仪式。还有这部经里面也包含了，就是在家里面应该要举行的各种的宗教仪式。所以呢，透过这个家经，就是家庭的家哦，有关家庭的这样的经典，其实我们就能够对于当时的生活状况，然后会很清楚的了解。那么总之刚刚谈到了三部经，就是文经、法经跟家经哦，它们合起来就称为叫做节波经，叫做kalpa这样子的经。那么其实所有的教派哦，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这种节波经，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只保存了其中的一些。那么这里谈到是吠陀的6个支分的这种经典，刚刚是第一大类里面叫做这种节波经，有分3个。接着第二类叫做 Shiksha， 这种经典它是这里中文叫做音会，就会就是汇集在一起，就是各种声音的音哦。音会它指的就是包括了吠陀的各种的文字啊、音调啊，还有这种你要如何发声，你要用什么器官、什么部位去发声，怎么去运用的这些部分，跟任何有关发音的音韵的这种汇集，就是这一类型的经典。为什么会有这一类呢？是因为之前我们提过，吠陀很注重这个背诵，而且吠陀的内容就是透过背诵然后相传下来，所以他们会觉得，如果读错一个字、一个词哦，就是这个对神明的一个不敬。所以呢，他们就发展出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就是很清楚的记载了吠陀的文字、发音，还有你要怎么去发音，如何运用不同的这个部位发音的这样一个内容。其实在这个西藏里面，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个有关咒语的这个叫做声音的汇集，也就是有些经典在藏文里面的经典，就是在教你怎么样去正确的发这个咒语的音。但是呢，好像现在没什么人去看那些咒语发音的这样子的经典了。除非有一些很有兴趣的人会去看吧，但现在已经很少人去看我们现在在念的咒语的发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而看那部经去比较并没有。所以因为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说，像是咒语也就是发音各方面都是要很准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从吠陀时代就有这样子的对于这种字发音是这么的注重。其实这部分的内容就是音韵的汇集的内容，这样的经本来是在森林中读诵的，所以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一部书叫《森林书》，
可以说是森林书里面的内容，但是后来呢，就自己有发展出来，变成独立的一个学科，所以甚至也取代了森林书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接着呢，第三个支分就是吠陀六分里面的第三个支分。苏北대표죠。这下，哎呀，大把这地出的，哎呀，大把这地呀，俺那个这里的，俺俩的，可是地呀，参下下了，地呀，参下下可是，他给地调瓦的查算。接着俺俩参的下去，那干嘛数据这两个呀？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下半个小时之后再回来。大家呢，这些人啦，苏北的代表啥的？那么接着谈吠陀六个支分当中的第三个，也就是韵，有关这个声韵的韵汇集。那也就是从吠陀、森林书还有奥义书这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韵的内容。那么就是这里面这几部书、这几类书里面的内容呢，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完整的学科，就叫做韵会。再来第四个呢，叫做语言的语的一个汇集，叫做 Nirukta。那这部分主要是对于吠陀当中的一些很难的字去做解说。尤其在西元前400年左右，当时就印度有一位语言学的这个的一位大学者，他叫做 Yaska， 就是耶斯加，这样一位语言学的大学者。那么就是因为他太有智慧了，太厉害了，所以可以说其他的语言学家呢，都不及他有这个，都不及他的这个名声。那么这个耶斯加他写的一部著作叫做《尼禄多》，叫做 Nirukta。那这部著作就是对于从古印度流传下来的各种的这些词汇做一个新的注释。再来一部分呢，叫做Vyakarana， 就是文法。那么这一部分主要就是对吠陀的各种的文法的一个研究。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了，但当时出现了一位叫做帕尼尼的这样一个大学者。那他出现之后，所有其他那些人写的书全部都等于说消失了，都没用了。这是因为他写的这个著作是最厉害的。那么这位大学者帕尼尼呢，他是生活在这个西北印度，
那么关于他的这个年代，学者们的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粗略的一个判断是，他生活在西元前4世纪到西元前3世纪这样的人。那么近代有一位德国的这个可以说印度学的这位专家他叫做这个麦克斯穆勒。那这位近代学者他就说，他认为说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对于文法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个就是印度，一个是希腊。但是呢，这位学者接着说，和这个帕尼尼他的这个著作来比的话，希腊那些文法的书籍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所以可见的这位帕尼尼他所著作的这些语言文法书是可以说世界上最特别的。那过去的希腊的这些文法书籍也都比不上。那么同时，那么在近代几百年当中那么对于这个语言学，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起源。那我们说世界上语言是很多的，但是呢，全部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是其实这样的近代的这个发现，2000多年前的印度呢，他们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了，有记载说他们当时呢就发现了。所以就是由此可知印度在过去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在语言学上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总之呢，当时的整个文法学在印度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再来呢是吠陀的6分当中的第6个，就是天文。那为什么会有天文学科？主要是他们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必须要配合一些时节去进行举行。同时呢，这个意思就是要配合，譬如说好日子、殊胜的日子，或者说殊胜的时间来做祭祀。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天文学也在那时候发展起来。那么，所以刚刚呢，前面有谈到说，这个吠陀6分当中的第1个就是叫做仪式的汇聚就是叫释会仪式的汇聚，
或者也叫做结波经。那结波经当中呢，它包含了3部，就是文、法跟家3个。那么这里呢，我想特别讲解一下里面的有关法经的法的部分。那么法经是很重要，那么因为这里面主要记载了各种祭祀的规则，同时也记载了各种日常的这种礼节。还有呢，就是这样一个祭祀的或者说教徒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还有包括了这些教徒们他们的一些权利啊、义务，还有如果说犯戒了、违反了这个教规了，那有怎么样的一些惩罚？那么有点像现在来说，就是法律法规。总之呢，所有的这些法经他们都确认了一点，就是他们都将这个吠陀的经典是可以说是当成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呢，他们也将雅利安人的这种习俗都很系统化，然后同时呢，他们让之前我们谈到过的这个种姓的制度就是在法律上的这个地位是什么，该怎么去遵守等等，就固定下来了。那么说到这个种姓如果说要把种姓制度写到这个法典当中，首先就必须要对于这个整种姓要进行一个可以说一个整顿。那么所以当时的人就首先开始对于种姓开始去研究去整顿，但当时他们就发现，编写这个法典的人就发现要整顿种姓很困难。他们觉得很困惑，而且觉得很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去分类这个种姓。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有很多的种姓其实不属于这4种种姓当中，他们不知道该把这些类型的人放在什么种姓里面。但是呢，也不能变成5个、6个种姓，因为在这个编制法典的时候，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只能有4个种姓不能多也不能少。但事实的情况是还有更多的种姓没有被包括在4个种姓里面。所以这些编写法典的人，这些雅利安人，他们为了要让大众清楚了解，或者是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编写法典的人呢，他们就必须要透过一些这个丰富的这种想象力，
卡说养大嘛，应该大家的被今年抗战这种期间，那不是就必须去编出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有各种的丰富的想象力去说明为什么只可以4种种姓等等。所以怎么知道的呢？怎么知道每个人说法都不同，想象力非常丰富呢？是因为当时有3位可以说权威，就是在编辑这个种姓制度法典的编者，有3位最权威。如果我们去比较他们3个人编出来的经典，会发现他们里面的分类的或者说写的内容是完全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的。所以举个例子来说，那么这是其中一个人他编的一部经典，叫《郭达玛》这样一个法经。譬如说他的父亲如果是某个种姓，母亲是某个种姓，那么他的孩子又会是什么种姓？样开把现大的给写下给我的当样提点被写下给我的当国的。所以看出这个郭达玛这个法经里面这个权威他编的里面的这个种姓的分类是完全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同。那么可以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们的解释完全是自己的想象。没种期限，当然说是这些的讲的，俺下不来是了。但真这个，他说，搞不定就是咱的日个过来呀，大看他的真的这个，他说这个，要钱当是难找的，那现在钱当的了呀，日个要谁不钱呢？得了，许大钱别搞了呀，没对不忙不去用过，就是不做这。不这点意思，就是做这搞差的是搞不定。那么当时各种的这种种姓说法都不一，还有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是，大概是在印度的南部有一个叫做皮提呵 Vidihas 的一个王，这个王朝还有一个摩揭陀国，这2个呢大概是算是在恒河流域最强的。这样子的2个王朝，然而呢，这2个王朝的君主呢，这个国王呢，都不是纯种的雅利安人。甚至还有人怀疑说，他们这2个种姓根本就不是雅利安人。那最好笑的一个情况是，他们也把希腊人呢，甚至也放到了这个种姓制度的范围里面去，因为只能有4种，所以呢，连他们想说，那希腊人分明不是4种的其中一个，结果把希腊人也放进去这个种姓。事实上呢，希腊人跟当时印度的社会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还竟然把希腊人也归到了种姓制度里面去。所以
说实在的，虽然说有4种种姓的这样的分类，但是你真的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是完完全全纯种的婆罗门，或者纯种的纯的刹帝利，或者纯的吠舍等等，因为互相都是有可能都有一个这个关联性，很难说清楚。所以就像前面那3位权威他们所写的这些法经里面，你会看到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什么都可以放到4种种姓里面去。所以可以说整个种姓制度他们都是透过这种想象去说明去阐述。总之呢，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的婆罗门是多么费心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民众是知识水准也是很低的，当时，所以对于这么可以说牵强附会的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这种结论或者说法，却没有人提出疑问，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甚至呢还被世人当成了这个真理4个种姓是真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像现在是所以你看像当时的人真的很特别，他们都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就相信4种种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分类，早就应该要怀疑，要像是佛教那个样子其实就是在佛教开始提出这种否认这个种姓制度，甚至别说那个时候了，其实现在很多到了21世纪，你看种姓制度呢，还是被很多的印度人认为这是这个真理一般的去信奉。所以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不可思议。总之呢，这就是讲到这个法经这里面另外还包含内容，还包含了这个很多的行政还有税制，还有很多这种管理的制度，还有军事制度、农业等等。其中呢，也还包含了刑法，还有这种民法等等。但那时候很有趣的是，那时候的人呢，习惯的是背诵。比如说很多的哲学的书籍，或者像这里的这种法律相关的书籍，他们都是背下来。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纸笔了，但是很少人使用，所以当时的法官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把整个法经给背下来，完全背下来之后呢，是透过这个记忆来做判决。所以如果他背错了，或者是漏掉了哪一句，那个就蛮凄惨了，因为也没有这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可以去做依据。所以如果是个这个记性不太好的法官的话，那他的判决可能都比较危险了。
总之，那个时代很注重的是背诵，所以我想，因为大家都在背诵，那个时代的人的记性是比现在好的。像是藏族也是，老一辈的藏族，他们没有什么纸笔，没有这一些哦，就是他们比较习惯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问他一件事情，他清清楚楚把时间地点都说给你听。但现在呢，现在的人像我们这个时代了，这一代人啊，有手机了，有各种的这些记录的工具，好了，可能是我们用太多，太靠这些器材，结果呢，我们的记忆的这种能力也就退失了。总而言之，在当时印度你看到他们是很注重这个背诵的。接着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家经，有关家庭的这样的经典。那么在这样一个家经当中，主要是说明了这个当时印度人他一生的几个阶段。还记得我们谈到4种种姓里面，能够信仰宗教的只有前3个，就是婆罗门、刹帝利跟吠舍。那么这3种种姓呢，他们一生当中可以分为4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梵行期，再来家居期，再来是灵期，灵期期就是住在森林里面，栖息在森林里面，再来第4个是遁世期，4个。像佛教里面有出家的这样一种传统，其实在古印度你会看到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习俗了。所以主要是因为跟佛教这个出家有关联性哦，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家经里面所提到的这种前3个种姓他们的一生的4个时期哦。所以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呢是梵行期，那这是指学生的时代。那这指的年纪的范围是婆罗门来讲的话，是8岁到16岁是他们学习的时候，这是梵行期。刹帝利的话是从11岁到22岁，那么吠舍的话是从12岁到24岁。从这来看，你看婆罗门是最年轻就开始要学习，再来是刹帝利，再来是吠舍。所以总之呢，不同种姓到了这个年纪，学习年纪就要带着一条殊胜的一条线。你会看到印度它也叫做梵线，或者叫圣者的圣线。那这代表了他们是叫做再生的意思，这代表他们是再生族。就可以说跟第4种那个首陀罗做一个区分，一生族做一个区分，所以带着这一条线挂在身上，然后接着他们就会进入到学习的这个阶段。所以在他们入门学习的时候呢，就需要到这个师父guru的家里。然后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选择学习时间长短，有的12年、24年、36年或48年。
那么主要学习的他们的学习任务是什么？就是背诵这个四吠陀，而且有很多的规矩。譬如说，他们不可以去食用这种用烟熏的食物，还有呢，生活要很简朴，然后要穿着这个麻质的衣服，然后抛开一切的这种欲望，然后要非常的谦卑、恭敬他们的师长。然后每天早上呢，学生他们要到附近的村里去化缘，去托钵去化缘。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习俗。然后他们把这个化缘来的都献给他们的老师，然后等这个师父师长吃完之后，他才能够学生才能吃。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工作，譬如说这个劈柴挑水啊，然后打扫环境，还要制作那个圣火，然后晚上还要帮他们的老师洗脚铺床。总之呢，最后都是晚上要等这个师长睡了之后他们自己才能休息睡觉。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学生现在是不一样的了，不像我们现在去学校上课这样子不一样。他是变成好像老师的亲人家人，又像是这个老师的这个仆人一样。然后他是全心全意的这种投入跟努力，然后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这种学习方式能够了解这个祖先传下来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所谓学生期、泛行期，他们学生的生活的情况。那么有时候是在一位师父，有时候是在很多的这种师父师长的门下去学，然后学习结束后，他们就要献上这个很巨额的这种谢礼，要给他们的师长，然后就可以回家。接着第二个时期叫做家居期，也就是在泛行期学习完之后，学生就会回到家里。那这时候要做什么呢？他们就是要结婚生子了，然后就是进入到这种家居的生活这个阶段。那么结婚之前呢，他的身份是一个学生。那么结了婚之后，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一个阶段了。这个时期是雅利安人4个时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呢，整个印度的人民大部分都是以家居期的人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很重要的就是有各种的宗教仪式，每天的、每月的、每年的，有各种的这种宗教仪式，他们要做。这就是家居期。接着，他们就进入到这个叫灵妻期。那这个意思，像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过去祖师，佛教里面祖师的
大成就者，尤其密乘的这个大成就者的传记里面会形容，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容，就是他们会进入到森林中去。但也有可能是指的是第4个时期，就总之我们在密乘的大成就者会看到都有类似这样的第3、第4个时期的情况。那么第3个时期灵七期指的就是到森林里面去。那到了森林里面也没有其他食物了，主要吃的是什么呢？是草根跟树皮，所以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清苦的。而且那时候他们早晚还是继续的做各种的修持，要做这种礼拜，然后要制作那个圣火。那最主要就是让他们透过修持能够进入到这种甚深的这种领悟中。所以因为他们最开始是学习期嘛，然后接着家居期，然后总之到了灵七期的时候呢，到森林里面去修行。再来第4个呢，就是所谓的顿世期，也就是出家的这种生活，或者叫做瑜伽型的生活。那这个期就被称为叫做剃发出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一切的身外之物他们都要舍弃，苦行，然后甚至断食，然后只有一件衣服，然后只有一个钵，然后他们是到处去行走行脚，然后也不会住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就到处的去托钵，而且在一个村子里也不能待超过1天。因为是这样一种生活形态，所以他们并不会进行各种仪式，但是呢，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背诵。背诵什么？背诵吠陀，而且不停的在这种可以说是冥想修持。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了悟的就是这个犯我。所以他们为了要脱离这样子的轮回超脱这样的世俗，希望能够跟犯我合而为一，所以不停的做修持。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又有不同的分类。这个时期有分叫 Bhikshu， 就是比丘，也有叫做 Yati 行者，还有游行者，或者叫沙门，不同的分类。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讲。总之佛教里面像我们提到说出家众或者比丘或者这种游行者、修持者、沙门这些词，你会看到其实在佛教成立之前，印度就有这样子的传统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块，我知道有这样子顿世期，是可以说是比丘的生活、出家的生活，然后去托钵乞食，当时就有的。那一些智者学者他们说研究，那雅利安人的时候到了恒河流域因为那个地方很肥沃，所以呢他们的生活也变好了。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是很容易的，就吃的东西很多的，就那个地方很肥沃，所以呢常常会有剩余的这些吃的东西。
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托钵是托得到东西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你到哪里去托钵，什么都起实化缘不到。所以也跟当时你看到那边的这个环境，还有整个那个恒河流域是很富饶的这样子的情况有关的，所以才有可能起实，才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生活下去。那么这4个时期不一定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的，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意愿，在完成学习期、梵行期之后，直接就进入到这个第4个顿世期。换句话说，直接就出家去修持了。可能他的出离心特别的强，他就直接进入出家。那不然一般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大概年纪比较大了，到60、70岁之后，然后才选择这样子的出家的生活。因为他前面学习完之后，他有成家，然后所以到了一定年纪，他才把这些事情都交代好，然后才到了60、70岁，才这个进入到所谓的顿世期就是去出家去做修持。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这个出离心特别强梵行期之后就进入到顿世期。但是呢，当时的人有一个想法，他们有一个认为他们说，如果呢4个时期都经历过，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圆满的一生了，它一种模范了。然后，而且印度自古以来很多人都是完成这4个时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印度是很特别的。他们的人呢，从你看古代开始，就会对于自己制定一套这种训练自己，让自己能够修持，或者说教育自己的一个方式。大概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国家你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样子，人不会有在这样做。而且他们的这样子的努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没有白费的。因为你看印度文明是这么的丰富，就是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的修持的一个贡献。大地修的了解的。然后接着是古印度各学科的一个发展。那过去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印度的各个学科它的发展都跟这个宗教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呢，这个天文这样星象的一个学科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我们刚刚前面也大概提到过，就是因为他们要很准确的去算出什么时候要祭祀，什么时候时间日子可以举行这样的祭祀，所以就有了天文星象的学科。然后再来音韵学的这样一个学科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上要唱诵，那这时候唱诵呢，要非常的准确，不然会这个叫触怒神明，所以呢就音韵学。
다들 사다 가르쳐什么呢？那位那俺们给打雄人不提出一个全大的的，然后再来他们的文法学、语言学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想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些古代的这些圣典。再来哲学的这个学科，主要就是因为宗教里面的这些义理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为了要去真正更好的了解这些宗教里面的含义所以就开始了哲学的这样的一种学科。所以这些学科都是印度他们独自发展出来的，都不是说从哪个国家里面去学来的，不是。还有呢，像印度它也有自己的医学。那为什么印度发展出自己特殊的医学？就是因为他们在祭祀的时候对于不同的神，他们会使用不同的动物、不同的部位来祭祀，是需要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准确的。可能动物不同的部位是头、是脚、是心脏等等，来祭祀这种不同的神，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对这种动物做这个叫解剖。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解剖的时候，整个印度的医学就可以说建立在这个之上。但也有一种说法，这个医学是这个来自于神的一种他们的天神的一种天启而开始的。总之呢，它可以算是吠陀的一个补充，医学是吠陀的一个补充，所以在经典时期也获得了一种进步。另外呢，印度的数学的知识也是他们自己特殊的，也不是从其他国家学来的，像是这种十进制的就是十、百、千、万等等。总之，这个十进制的，它的这种符号也是起源于这个印度。还有这个我们叫做阿拉伯数字。所以这种符号最后就透过阿拉伯也传到其他地方去但其实呢，这个所谓的阿拉伯的数字，其实最开始也是从印度起源于印度的。然后同时，这个零的这个符号呢，也是印度里面它代表空 shunya 这个词的一个字母而发展出来的。然后还有像是数学，属于数学的一个部分叫几何学。那么最主要为什么会有几何学呢？是因为也跟宗教有关，就那时候要建立这种祭坛，所以要去算这个祭坛它的这个长宽高，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应该怎么样所以几何学也在那时候发展起来。所以总之，这所有数学、天文学、几何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宗教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呢，过去跟数学有关的很多的文献印度的这些文献并没有保存下来。那么接着想介绍一下印度的文字。
就像之前谈到吠陀时代早期，就是像离句吠陀的时候是还没有文字，后来就出现了文字，然后就形成了梵文，然后接着就所有的经典，那么就经书就流传下来。那么在书写上最早的这个梵文的文字呢，叫做 Brahmi， 也就是婆罗米，所以就是投影里面右上角的那个，这就是婆罗米文字。所以这个婆罗米文字算是最古老的了，除了还有一个是印度河流域时期的一个文字，那个还没有完全被了解是怎么样一个字但总之最早的算是婆罗米的文字，它是在西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这个婆罗米文。那么到了西元前3世纪，也就是阿育王的那个时候，在很多的阿育王石柱上在很多的这些文字上都可以，当时这些石柱上会看到有字体有2种，一种是左到右写，一种是右到左这样写的，有2种。这西元前3世纪的时候，从左行的这种文字叫做犍陀罗文，就是这个中间这个犍陀罗文。再来一个右行的文字那么就是婆罗米文，就刚刚说的那个，它是从右开始的。那么之后呢，又出现一个叫做吉多文，是到了西元后400年，叫做吉多文，就是下面的这个投影下面这一块的文字。有一个王朝就叫做吉多王朝，这是西元后400年。这个吉多王朝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可以说依照着婆罗米文字做一些修改创立，形成了吉多文。然后到了西元7世纪呢，这个犍陀罗文就消失了，还不是很清楚原因是什么。总之接着到了西元8世纪的时候，这个吉多文呢开始变了，就出现了叫做陈文，叫做 Nagari， 就是这个城市的陈文 Nagari。 最后呢，到了13世纪的时候，这个陈文呢又被一些改良，那这时候就成了一种新的文字，它就叫做Deva Nagari， 其实前面加了一个 Deva。Deva 的意思在梵文就是天，所以 Deva Nagari 就变成叫做天成文。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梵文书写的样子，就是这个叫做天成文。所以这简单讲了一下古印度的一些语言文字。那么在口语方面来说，也有一些演变。那么在口语方面呢，本来雅利安人刚开始是从西北印度在那边，然后逐渐的在印度土地扩张，然后他们也离开了这个旁遮普五河流域然后到了恒河一带。
那到了这个不同地方的时候，也就是发展出不同的方言，也就是所谓的俗语哦，方言俗语，叫做 Prakta， 这是叫做自然语，也就是各种的俗语，到了不同地方出现的俗语，不同的方言。那后来呢，雅利安人为了要统一这个语言，因为有不同的方言越来越多，有一点像藏语里面有拉萨话，然后这个安多话，还有康巴话等等，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方言。当时雅利安人呢，就为了要统一在不同地方衍生出来的这些方言，所以他们就取自吠陀，还有梵书，还有这个奥义书里面很多的语法，就整理出了制定出一种新的一个文法。那个大概是西元前5世纪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有出现了几个这种智者，一个叫雅斯卡，还有西元前4世纪，就是刚刚谈到叫帕尼尼。那这些大师智者呢，他们就完成了整个梵文文法的一个编辑，然后就形成了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完整的这个印度公认的使用的一个梵文的语言。所以相对于在四散各处不同的方言，这种俗语自然语，那么这种被公认的梵文呢，它叫做什么？就叫做 Sanskrit， 就是叫完成语，就是梵语。那么最后这里要讲一段我今天다들 주제 담아로 디레大家的日节，大家的是日节兄的，成西兄的多兄。那么之前我们谈到过吠陀、梵书和经典啊，比较一下，他们各自都有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一些特点了，他们的这种文体上也都是很独特的。那么像吠陀，这里看到这个表格里面有吠陀，那么那个时期呢，这个也就是旁遮普的时代。那么雅利安人的时候，对于大自然的现象是很虔诚的。那么他们著作的内容文体呢，是很淳朴、很自然的，透过吟诗的方式，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至于说梵书的话，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就开始扩展到恒河流域，所以仪式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就专注是在这种祭祀的规则上，所以呢就有各种浩瀚的梵书的文学出来。가져왔다? 마 추 관계 추기는 마 무투이네 바 야게 체베 겁리야. 那么这些雅利安人继续向南，
去走的时候呢，又出现了这个奥义书的内容。然后在之后呢，这个经典又出现，是因为梵书的内容太多，所以呢，为了减缩这个梵书的内容啊，就变成经典就出来了。那么经典它像是什么呢？它像是这个教科书一样，容易背诵。所以呢，可以看到吠陀、梵书跟经典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和介绍，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呢，会针对这个一般我们叫六师外道，或者说叫做这里说六论做一个解释。然后讲完了这个六派的这种教义，然后可能就进入到佛教。这次课程课堂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呢，因为内容准备的比较多，还是觉得可能没办法全部讲得完。尤其是如果讲到了佛教兴盛的内容，更是我觉得接不来。当然也不是说能够讲得多深入多细，但是希望能够慢慢的不能够太赶的去讲。那就算这一次没有办法真的讲到这个密乘，但我觉得也不急，反正逐步的来讲。好，最后做回向。